有啲人啊食咗一世靈芝，都唔知道居然仲有金邊靈芝呢隻品種嘅。金邊白玉咧係一種狀態，靈芝處喺金邊白玉狀態嗰陣，即係話係完全成熟啦，營養嘅沉澱好啊，咁先會形成標誌性嘅金邊白玉。嗱，一般嚟講咧，我買靈芝咧都要買西藏嘅靈芝。點解靈芝係要揀西藏㗎？因為西藏靈芝咧長期喺高原環境下生長，藏區高原光照強烈，空氣稀薄，紫外線穿透性強，咁啊有利於靈芝產生大量嘅有機物。呢啲咁嘅活性嘅成分對於我哋嚟講就係很好的，尤其係金邊靈芝嘅生長對個環境要求就更加苛刻。嗱，呢一款金邊靈芝都係人工自然採集，生長過程中冇使用化肥農藥，完全係遵循高原自然規律生長，冇人工干預，更加冇農殘，都係有報告嘅，我哋先放心買。咁啊，靈芝係點樣食呢？唔係咁咬喎，一般嚟講啊，攞嚟煲湯啦。嗱，豬骨就準備好飛水啊，跟住攞靈芝出嚟，將佢切成一塊一塊、一片一片，咁樣就容易出味道。跟住俾啲石斛、俾啲黃芪，全部材料倒落個煲度，煲佢1個鐘就搞掂。好清新嘅靈芝香味。嗱，好多人提到靈芝湯咧，你怕苦喎？哦，呢隻金邊靈芝啊，一啲都唔苦，小朋友都容易接受啊！